天龙村大楼拆除的工作继续咧进行，昨下晡伫7楼有发现一只伫窗仔边的猫仔，已经互顺利救落来。野内民众嘛，佫发现讲伫边仔佫有一只猫仔，这是住伫天龙村大楼，因为走登去救猫仔不幸过往，不幸罹难孔老师的猫。分推车慢慢挖进窗仔门边，花莲市天龙村大楼继续进行拆除工作。最高下楼发现7楼有猫，敢若想要走出来，则卡伫咧窗仔门的铁条边，袂顶袂动。现场拆除的工作先停落来，要救猫。当方所有人先把猫子2档定正坐，过程中虽然互猫甲受伤，也是一直甲安打，甲放伫咧笼仔内面刷来。这只猫的主人本来真担心，看到猫平安落来，才放心。你可以先打开来。不会，它不会吓到，它目前不会，它现在的状态是好。在救猫的过程中，有民众发现边仔的窗仔门下电拄好掀开，有一只猫伫咧遐村头看。李南老师、孔老师的老爸暗时来到现场证实，迄只就是因查某囝饲的猫妞妞。工程人员甲诱捕人啊，放伫咧妞妞出现的所在，希望一能甲伊顺利救来。我们拄翕的时阵是安尼，阮拄有几下翕，拄卡喺窗仔遐，伊才救，啊，拄好佫看到玻璃遐拄看到佫一只。最高发现妞妞的日子，拄好是孔老师的头七，夜猫出现，互孔老师的老爸心情真复杂。孔老师的朋友讲，已经知影伫地动迄当阵，天龙村大楼内面的猫至少有5只。希望大家斗相共注意，伫咧拆除的时阵，或者是大楼附近出现的猫。记者综合报道。